歡迎大家收睇財富訊息。近期亞洲股市咧，尤其係南韓、台灣同埋日本，經過咗之前急升之後咧，出現咗明顯嘅調整。咁分別咧由高位跌咗11%至到28%不等。主要因為咧市場對於人工智能嘅投資回報嘅憂慮係升溫啦。咁個別市場咧出現咗去槓桿。咁再加上咧中東緊張局勢升級，導致到油價波動。咁投資者咧係開始獲利回吐嘅。咁呢個調整咧，其實亦都反映咗啦 AI 呢個投資主題咧，已經係由純講增長嘅故事咧，轉向究竟相關嘅科技企業投入咗大量資本開支之後，佢哋賺錢嘅能力係咪仲可以持續落去？咁美國近期公布嘅通脹數據係低過預期，而美國10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咧就維持喺4厘半至到4厘6之間嘅水平。咁但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美國投資級別債嘅信用利差咧，最近係開始擴闊㗎。咁超大型雲端運算商咧，為咗加速 AI 數據中心咧同埋伺服器嘅建設咧，大幅提升資本開支。咁市場估計啦，今年合計咧係超過咗7000億嘅美金，咁差唔多 double 咗舊年嘅開支㗎。未來幾年咧，預計仲係會持續上升添。咁部分企業嘅開支咧已經係接近咧，又或者甚至乎咧係超越咗營運嘅現金流。而為咗填補呢個資金缺口啦，佢哋係大量發債啦，令到投資級別債嘅供應係突然之間多咗好多。咁雖然投資級別債嘅整體信用利差咧仍然處於歷史偏緊嘅水平，咁但係投資者咧對於科技巨頭發行嘅新債咧係要求更加高嘅日價，而二手市場咧亦都出現咗調整嘅壓力，咁承接嘅熱度咧係減弱咗。咁呢個現象咧就顯示 AI 咧係屬於長期嘅重資產投資啦，短期嘅現金流咧係好難完全咁覆蓋㗎。而債券市場供應多咗啦，亦都係會為到債市咧帶嚟壓力嘅。咁至於投資者要求額外嘅風險日價去補償翻呢個長期嘅投資同埋信用風險咧，將係會增加翻長期收益率上升嘅風險。咁債券市場嘅投資策略啦，我哋可以睇翻分為幾個步驟啦。咁第一，可以選擇翻短存續期嘅債券；第二就係控制翻整體債市組合嘅存續期喺4至到6年之間。而第三咧就係避免太過集中喺美債，咁適當啦分散喺其他嘅地區，例如係亞洲市場啦。咁其中中國債市年初至今咧就跑贏咗環球主要嘅債市。好啦，講翻股市啦。咁雖然半導體股咧近期係出現咗調整啦，咁不過咧相信人工智能呢一個投資主題咧冇咁快會告一段落嘅。而成個人工智能嘅價值鏈咧亦都唔係淨係得半導體嘅產業，咁當中啦大致可以分為上游嘅晶片硬體啦，中游嘅數據中心基礎設施，同埋下游嘅雲端平台、應用服務等等。中游嘅基礎設施嘅確定性咧相對比較高㗎，咁電力啦、液冷技術啦、網絡設備係受到咗實體建設嘅需求所推動，咁訂單咧係比較清晰，而韌性咧亦都比較強嘅。而上游嘅晶片咧同記憶體咧就直接受惠 AI 嘅運算需求，咁我諗大家近呢大半年都明顯感受到㗎啦。咁不過啦，升勢太急啦，而投資者咧亦都要留意翻行內嘅競爭係加劇，咁同埋供應鏈嘅地緣政治風險。咁而下游嘅應用層咧就要睇翻商業化嘅落地啦。投資策略上高啦，可以分散去到電力同埋能源基建啦、先進嘅半導體供應鏈、數據中心硬件，同埋下游商業化係比較成熟嘅金融、健康護理同埋工業板塊。咁最後講講個美元指數啦。咁正如頭先所講啦，美國最新嘅通脹數據咧係低過預期，咁減低咗咧市場對聯儲局加息嘅預期。而美元指數咧短期內咧亦都好大機會會響100至102水平之間整固。不過咧就要留意翻7月底聯儲局議息會議，市場預期息口係維持不變，咁但係大家咧都要密切留意新一屆聯儲局啱啱成立嘅5大專責小組。咁當局會唔會有進一步嘅解說？無論係通脹框架啦、資產負債表啦，抑或係生產力同埋就業議題咧，呢都可能會對金融市場咧帶嚟重要嘅影響㗎。咁好啦，今集時間都差唔多，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